佮送出去。好，对，好，9月16日有袂碎的南风，就是风阁真透啦吼。约伫个半暝吼，全部的舰队搁再用旁出航，前往漳州河。天光的时阵来到海上，改测西风。9月17日，风对北平和东北平来。伫个差不多中昼的时阵，舰队来到特索贝什么所在？特索湾哈，江波关，什么？佛坛湾哈，漳浦县佛坛湾哈，这什么所在？我看一下 Google Maps。这是伫倒位啊？哦，伫厦门的南边吼，江波。好，知影位就好了吼。而且一个海湾伫遮吼。好，咱转来伫遮讲。要到的时阵，伫个舰队来到即个海湾头前海上水深12深的好停船的所在来停泊。沿岸要趁特调的时阵起定航行。夜间来到人野岛。人野岛什么所在？哦。就是即个海湾吼，即个佛坛湾外口的即个南定岛啦吼，南定啦。即个淡字我查一下，含字典是毋是抄做淡？即个潭就是昙花一现迄个潭吼。佛坛吼，坛，读做坛吼，毋是淡坛。佛坛或者是佛坛吼，佛坛湾，捌听过呢。伊捌去过遮的人可能较知影吼。佛坛湾，搁较南边遮迄个东山湾吼，东山咱昨昏有读着吼，读做东山。江波关伫遮吼，这是读做波嘛吼。我看一下，江浦啦吼，江浦关吼，漳浦县吼。讲沿岸要趁特调的时阵起定航行，夜间来到即个南定岛。南定岛屿遮来停船。南定岛屿
哦，遮你若查 Google Maps，你会当找到南定岛，即敢若看到地名尔，无看到地图顶头看袂到即粒岛，是偌细粒安尼，嘛可能是即个离拍走前去啊。因为我看 Google Maps 顶头即个西南地区的即地图吼，超工有山所在无介准吼。但是看卫星有看了即粒岛吼，就细粒的岛伫遮。歹势，然后我咧看即个 Google Maps， 你若无看直播，你可能看袂到即个画面。你家己去 Google 吼，看会到即粒岛，伫咧南即个福潭湾吼外海遐一粒细粒岛，看附近阁有啥物岛？无。是讲有啥物所在，大家较熟诶，有看哩吼。好啦，继续看19月18日，有强烈持续，就是一直咧透即个东北风吼，继续不断咧透即个东北风，海涌嘛强烈翻滚。所以伫船只必须爱升旁出航，因为海涌伤大吼。伫咧起定诶时阵，阮诶锁啊一断去吼，去互风拍断去。风涌伤大吼，即个定，迄个锁啦，绑定迄个锁啊吼断去。所以想要顺领舰队前往即个拄则讲诶即个福潭湾吼，但是到遐诶时阵呢，海涌愈来愈澎湃，海涌愈来愈大吼。因本来伫咧迄个福潭湾外海迄个小岛嘛吼，叫做南宁岛，啊，正要驶入去即个海湾吼，但是因为海涌伤大，发现讲即个福潭湾并毋是真好诶所在，真好停船诶所在吼，所以全部舰队阁惊讲驶入去了后，停伫遐会危险，所以改往即个金鱼湾吼、金鱼湾吼，或者是李氏列岛，有一个岛叫李氏列岛吼，伫遐停泊。我无查即个李氏列岛吼，面单去查，我看觅啊，看会着袂？哇，袂记去迄当阵袂记看即粒岛，即物叫啥名，所以查袂着。看觅Google 查者看有无？马祖岛 ，Google 竟然是出现马祖岛，敢是马祖？无看到吼。即个金鱼湾呢，是啥物所在呢？我看嘛可能找袂着，好，我哋因就是无去迄个福潭湾吼，改迄个金鱼湾或者是即个李氏列岛去吼，伫遐来停船。快艇较为浩瀚 ，Z-Birch 拢失去一个定吼。因为迄个海湾非常的浅岛吼，
非常浅，非常短，真侪船停伫遐，就亲像停伫咧大海上。快艇 Whisper 号的船长嘛来报告讲，迄只快艇捌互大影阴到差不多3尺悬，因此决定为着无要阁丧失所剩无介侪鼎甲锁啊，爱阁帮赞 Whisper 号。因暗要看讲，若明仔载天气无较好，阮着要阁航转去东山迄遐来停船，东山阁较南边遐。但是阁考虑讲，阮顺领全部舰队试2遍，拢无法度来到漳州号。离总督阁下漳州号搁较北边吼，离总督阁下发严肃来命令阮，不得将大船米多堡礁留点的土地超过9月底。9月底，即摆已经9月18啊吼，所以以便含其他的船只同齐增运要送转去祖国的货物转去巴达维亚，希望会当伫咧最上晚伫咧11月初1来到抵达巴达维亚。因此，阮着派巴巴斯阁下，就因的上务员吼，巴巴斯。坐用客船库旁号，若天气甲风允准，天气甲风若符合，就要含大船米多堡礁增运所有对台湾送来要运送去祖国的货物，连该动快艇阿森多夫号、比对船沃芒号和布沃薛文号吼，若还未出航，同齐前往漳州号。若是伫遐找袂到舰队，就要前往东山，以便该动大船含即只大船米多堡礁带批信甲所有物件前往巴达维亚，去向总督详细报告伫咧即只所发生的代志。若是到本月底也无法度赶上阮，是你讲啥？安尼大船米多堡礁就要直接航往巴达维亚，去向总督报告阮的情形。今仔日有6只海贼奥古斯汀和老乡的用客船，6只船吼来和阮停做伙。对因阮得悉，阮知影讲，因捌甲全部的兵力伫咧三茂是啥物所在呢？三茂是金门东北方的一个所在叫深湖吼。有因就是老乡甲即个奥古斯汀捌含一关见过一遍吼，受一点仔小小的损失了后，含其他人分离，又搁讲因想要伫咧做军舰来来阮遮吼。这是啥物意思啊？都已经来啊，为什么搁讲要来阮遮？9月19日，风和昨昏相像，但是海涌澎湃。约伫咧中昼，巴巴斯先生坐用客船库旁号前往平湖，另外派一只海贼的用客船炸一张批去互奥克斯汀和老乡。批里回答因讲，对伫因想要来阮遮，也有遮尔侪丢毒的意见，互阮感觉真惊奇。因应该已经知影，阮是如何伫咧厦门烧毁国家舰队吼，甲因的即个舰队规个烧掉，而且现在要逐工咧含希那作战，因此因若要诚信，若要老老实实啦吼，诚信来含阮斗阵来作战，帮助阮实现阮的计划，就请毋免惊吼，尽量做恁前来阮遮啦吼，啊搁因来应阮讲，阮袂陪着因单独和大官交涉商谈吼，因也真紧会参与交涉商谈，互一切拢会当无
欺骗，就是真老老实实来进行。下晡又佫率领全部的舰队前往东山停船的所在。今仔是讲是讲即张批送去互老乡因，叫因卖着紧来啦免犹豫9月20日，伫所有船顶拍弹起的号召，并且对 Whisper 号转增到 Braden 号，甲号码转送去另外一只船顶今仔日天气真好，有一段时间透南风。9月21日，有一只老乡的海贼船来到此地，证实因对一关见过又佫讲，因大家本来已经拢准备好要来此地，但是拄好有一只柬埔寨的柬埔寨柬埔寨的用客船长来到因遐，来赠送奥古斯丁和老乡一船的米规只船来的米拢送互因，并且因讲了真侪爱小心细里莫去用骗的话啦因此决定暂时终止前来此地，离前往平湖去就是迄个柬埔寨用客船的船长甲因讲恁爱细里毋通去用骗所以因安尼就决定无要来和即个荷兰人会合，直接去平湖。9月22日，早起有相当大的东北风，今仔日有几个重要的海贼来甲长官阁下讲，伫海湾内底有一个真好的岛屿，是最残人经济巨大的所在经济伫遐有最残人住伫遐伫遐咧做田。因知影讲要安怎对遐来夺取搁较侪米甲精鲜，因此呢，就请阮派2只快艇来协助。这是海贼啦海贼咱的要求迄写啥物？毫无怀疑的毋免犹豫阮会当取得真侪米甲精鲜，因此就和议会来决议，要派指挥官 Cost 率领快艇 Braithwaite 号和 Sam 号以及几只阮的用客船，载2队的士兵去遐确保阮的人员船只，并且去增援海贼看讲伫遐会当做啥物代志。要暗的时阵，本国月19日出航大批要去互海贼奥古斯丁和老乡迄2只用客船当中的一只，又搁转来此地。迄只船的船长讲，途中遭遇8只甲10只一关的大船，因此拢毋敢前进毋敢进前，所以转来此地。又搁讲，另外一只船西岸海上，打算要经过平湖前往上述海贼遐，但是或者是搁较安全的所在，搁较安全来沿着福尔摩沙的即个沿岸来上北，然后再搁驶去西那遐23。9月23天气真好，9月23就长的咱来带大家看。天气真好，透东北风。今仔日海贼甲阮讲，甲阮讲，因对当地的迄个居民遐听讲，福州的军门亲自带领3000的士兵对陆路运落来，为着要准备大批好船真大量的好船。已经先派已经先派一关上水兄弟，就是死者率领700个士兵落来。但是因为这只是流传的消息，
无确实性，所以阮就是要讲，迄可能是人骗的即个白贼话，为着是要误导阮，互阮离开因的海岸。下晡，杨克群巴南号对台湾来到此地，带来上色上务员特劳纽斯的批以及大船米多堡号和快艇 Blue Warshaven 号的日记抄本。对即寡批示甲日记抄本，阮真疼心，就是心真疼吼，来得悉。知影讲，迄只大船米多堡号伫咧8月7日对漳州号出航要前往平湖，因为无风，无法度前往平湖，所以伫8月22日，顶个月啦吼，8月22日对平湖的北方去到台湾，看见阿森多夫号停伫遐，过当日早起开始透强风，迄天下晡因着脱掉因的甲因的订摕掉，因为紧急的需要，伫咧前一天送钱上岸的24个人以及船长留伫咧陆上，趁风用航往西北方大，这是你写啥？其实我真来看吼，留伫咧陆上，啊，搁趁风航向西北方，这是啥物意思？大部分的时间拢用三角篷和后尾篷停留伫海上。即个强风一直持续到9月1日。伫咧即天的下晡，风力真强甲真厉害，必须爱甲即个三角篷收落来，而且风力要继续咧增强，愈来愈强。到暗时也必须爱甲后尾篷收伫咧甲篷里，较烦吼，甲篷里。但是对桅杆去互扯走，即当阵规只船害甲真严重，互迄支大桅杆对桅楼下面来压制去，落入去水里，而且用了真大的功夫，才甲大炮甲其他的物件拢固定掉咧。就安尼，伫咧整个福尔摩沙漂流，风影开始平息了后，前往西那。希望伫5时会当找到舰队，到遐，互因真意外哈，拢无看到阮的船，所以无停船，即刻就转回去平湖甲台湾。伫咧9月11日，经过真侪苦难了后，感谢望上帝怜悯保庇哈，又搁抵达了台湾岸边。阿森多夫号伫咧顶个月26日。还阁甲伊含伊斗阵伫咧福尔摩沙东岸，即个伊是讲啥？毋知你讲啥。但是一直到呾也未抵达，愿上帝保庇伊无发生意外吼。Blue Warshaven 号伫咧顶个月23日下晡对平湖出航前往台湾，真害是伫咧打狗的海角和澳港之间的福尔摩沙沿岸。丧失了所有的艇靠浅咯吼，但是根据该船船长的来批，若是甲伊的台放落来，还阁希望讲甲船会当驶入去海上。平流船我曼号捌伫咧顶个月23号中昼对日兰遮城堡下方停泊的所在。看见 Blue Warshaven 号伫咧本个月10日坐大船米多堡号船长该动一只洋客船载着该船长被留伫咧陆上的船员，顺利出航，渡往漳州号要去找上述的大船米多堡号，但是还未抵达阮遮。料想讲因已经航往巴达维亚去了。歹势，我家己毋知我咧读啥。9月24、26、27、28吼，无特别的事，有继续咧吹东北风，
今仔日挂机要准备好好的用客船巴南号，要准备好用客船巴南号，以便伫咧10月1日要带着互总督的批，直接对遮航往巴达维亚，并且伫天气较风浮考的时阵，即刻派新抢来全部船带着同款的批信，航往台湾，希望会当赶到米多堡号，并且挂记讲要派快艇特殊号和威斯伯号前往暹罗，因为这两只是航往暹罗上适当的船，并且挂记讲，阮搁一摆前往漳州号的时阵，舰队爱分做2队，快速的船只甲慢速的船只爱组合做伙，一直到金门或者是围头湾的西边。围头湾伫金门的东边啦，东北边。伫遐听候对日本的大船 Delft 号，并且伫遐守调阮的集会处，伫遐甲阮的集会处固调对吼，以便听候其他的船只，或者是互其他的船只找着阮。最后决议议会袂当赞同去攻击澳门，因为现在兵力不足以，互阮真有把握去执行遮尔沉重的任务。反正是担心会因为安尼，互敌人来警觉起来对付阮吼。因此决定要伫咧西南沿海为公司谋求最大的利益，或者是以收到目益的方法，或者是促使敌人警觉起来对付阮吼。因此决定要伫咧西南沿海为公司谋求最大利益，或者是以获得贸易的方法，或者是以搁较胁迫西南，必须以极度花费的方法，一直到大船Delft号以及即寡快艇当中的一只前往江南，而且迄寡满岛人因为上帝的怜悯归顺阮，为着安尼，阮祈求上帝的祝福。哇，落长，结果我读过毋知你读啥。9月29，继续透强烈的东北风，快艇克维号和 Brewer Seven 号靠岸清水。9月30日，有5只海贼的洋客船对南方前来取缔，对因来敌袭，因为强烈的暴风，有几只 Augustine 和老乡的洋客船被漂伫因遐。因打算伫咧做军要来阮遮处理。阴暗，上述这两只快艇又搁落水，继续吹东北风。歹势，我袂记食药啊！哇，摕遮水。这是9月30吼，9月到遮读煞吼，过来10月。10月1日，顶个月15日离开厝地的生意人 Jack 太，今仔日炸一张干白的批，又过来船顶。
譬如讲，因为阮离开漳州河以及一寡新发生的事故，互因无法度来和阮联络。又搁讲，漳州和泉州的海盗两位大夫是啥？大官啦吼，所有的知官吼，以及一官拢写配军门请求温准阮无益。伊想讲，即个请求会获得温准吼，因此也已经收集真侪商品要来送来阮遮。又搁讲，伊袂当想象为何阮发动遮尔猛烈的战争，这互因真丢丢前来阮，互因真丢丢看是毋是爱来遮吼。因为呢，阮可能会认为讲，伊是利用机会要来侦探的吼。就算伊想要来也毋敢出海，因为惊老乡甲其他海贼。因此，若阮愿意正直的友谊来往，就要送一份用荷兰文甲中文书写，嵌有张寡的囡仔的通行证互伊，互伊会当安全来到阮遮，上前会当问商人接待。今仔日决议要派往暹罗的快艇威斯珀河，以及要派往巴达维亚，并且要陪伴上述快艇一直到普罗基泽的 Terra， 是啥物所在？伫越南东南沿海一个所在哈，就是并且要陪伴上述快艇到越南即个所在的用客船巴南号，要留到本国个4日暗时啊，或者是初五的早起时，离快艇库克号和威伦根号要去靠岸清水，透强烈的东北风。10月2日，透早有北风，然后转做强烈的西风。南风甲西南风，并且落雨。差不多中昼的时阵，有10只甲12只老乡的洋客船对南方来到遮。迄个日本的希腊人叫做马塔西马也同齐来。伊较早捌以生理人的身份对日本来过台湾。今年挂着奥格斯汀的旗帜，我查一下。旗帜，其实这早过啦，我袂记啊。旗帜哈，旗帜对，旗帜哈。今年呢是挂奥格斯汀的旗帜对日本出航，要去希腊的北岸抢劫。现在来到遮，要秘伫阮的支持之下，哈，就是挂阮的旗，提供伊的服务。今仔日海贼沙巴水社摕一张昨昏对石台遐带来要互伊的一官的批示来互阮看。一官伫批里甲伊讲，这是海贼啦吼，海贼沙巴可能是老乡迄边的吼。伊官伫批里甲因讲，伊真愿意也真希望讲，因离开海洋到陆上和平生活。如果因有意安尼做，就要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哈。我查一下这个惧怕的惧，要安怎读？歹势，毋是字是气，或者是躯哦，气还是躯哦，无气无躯吼，就爱坦然无躯无气，顺领因的兵力去伊遐，迄是一条会当互因甲因的部属做官的路，因此爱因好好考虑，毋通失去安尼机会。还佫有其他真水的提议和承诺和应允啦吼，要用来将上述的海贼引开阮吼，
扭去因迄边，但是根据阮所会当觉察到的，因完全无动于衷吼，完全无兴趣啦吼，因为因真认捌一贯的即个工巧啦吼。颠倒是望讲阮较紧执行计划，因着将要完全诚实来含阮斗阵，全力来协助阮对付西南政府。这是讲啥？一贯。这是讲啥？我煞看无吼。因为脚太的批是一贯写的。歹势看无。10月3日，有西南风小雨，要暗仔时阵随决议，因为天气良好，要命令快艇 Braden 号前往台湾，下晡快艇 Warrington 号对环江落水。本来可能可环吼。即个停伫环江吼，要暗仔时阵，快艇 Braden 号出航前往台湾。10月4日，风继续对南方吹来，天气都变化，落大雨。下晡透强烈的东北风，即几天快艇 Whisper 号落好雨落煞，等于落好雨啦吼，以便航往暹罗。杨克船巴南号也准备要前往巴达维亚。哇，所以大家都要无闲呢。10月5日，有强烈持续的东北风，约伫咧中昼，杨克船巴南号早批信出航前往巴达维亚。无偌久以前，伫下晡，快艇 Whisper 号载着4000里尔现款出航前往暹罗，要去上述巴达维亚商馆来买米。要暗仔时阵，迄只船伫咧8月3日出航前往台湾的快艇 Braden 号，迄只船是讲迄个 Braden 号啦吼。本来是本个月3号出航本个月3号出航，就是前一根昨日吼，要前往台湾的快艇 Braden 号又搁转来咯，因为暴风雨无法度前往台湾，对于因来得悉。捌看见米多贝桥伫咧距离 Texas Bay 是啥物所在都袂记。米多贝桥伫咧距离即个 Texas Bay，敢若就是咧福潭湾啦吼，江浦关遐福潭湾。伫遐看见米多贝桥吼，伫咧差不多4-5里的海上。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上述米多贝号、Whisper 号和杨克船巴南号平安抵达因所要去的港湾。10月6日，早起时，经过普特曼斯阁下，由几位指挥官陪伴，载几只海贼的杨克船溯河而上，就是等下吼，溯河而上，查一个溯河溯溪吼，溯，读做溯还是溯还是溯吼 ？SOO 第三声溯，还是溯 SOK 第四声。继续吼，10月6号对头开始看，10月6号，张华普特曼斯阁下伫咧
尾仔只有赶背盘之下，带另外一只海贼的船吼，溯河而上吼，然后顶伊个顶游去吼，上游去吼，去视察历史。根据海贼讲，遐有真侪钓仔会当得到吼。今仔一直到现在，因为其他的事务以及真恶劣的天气，拢还袂去摕转来，甲即个钓米摕转来哦。要暗仔时阵，张家国下带迄寡海贼船来到舰队遮，因为迄当阵开始吹真强烈的北风，因放两个艇嘛，无法度甲船停落来吼，停袂好啦吼，马上搁放下第三个艇。无偌久以后，快艇 Texel 号以船某伫咧头前冲入阮遮来，就是倒头驶就对啦。船某伫头前吼，船某船尾吼，先冲断了阮的船头车尾甲前尾，阮甲两条锁放落来，又搁含伊弄做伙啊吼，看起来大概是阮的艇吼去交着因的锁啊，因此呢无偌久又搁冲到阮的船来，冲到阮的船头来。迄时阮两条锁同齐压制去，过无偌久，风愈来愈强烈，第三条锁嘛断去。到遮所有的锁拢断去，只敢若剩船头一个艇。离迄个艇的边，嘛去互 Texel 号船头的冲角冲断了吼。哇，家己拢看无解有你讲啥冲角？冲角是啥物件？我查一下冲角吼，我感觉这应该是书店应该有查到吼。冲角，冲角，哇，无看到呢。差不多，冲角，我用罗马笔嘛 ，CHIONG 冲角 KAK，IONG 冲角 KAK， 冲角，无看。好，讲即个。即只船是台啥物？快艇。伊无我毋知因做对即只船，Texel 号吼 ，Texel 号吼 ，Texel 号的船头的冲角去互海水，去互海涌冲断去吼。即嘛只好听天由命来漂流咯。但是上严重的不幸总算来到了。阮看去北边，就是东山上外海迄边的海角遐，有一个真悬、真溜又搁真粗的岩石。阮一漂入去迄个海湾，就即刻漂往迄个岩石弄过去，船随弄碎，因此大家拢必须爱拼命逃生。望上帝特别怜悯，伫咧强要绝望的情况之下，除了秘书和一个女路查某路边，大家拢借助即个跳绳啊，毋是借助即个游绳啦吼，要游的绳啊，登岸咯。
但是拢无受着重伤。即个代志了后，风西南吹去，并且开始慢慢平息。到天光的时阵，才开始完全定去吼，定风。无啦，就是因为风影伤透，所以船锁啊转去定失去吼。10月7日，天光了后，差不多1点钟，得悉知影讲快艇布卡斯贝尔号嘛，定吼，定去飘出去，靠前弄水，哇，这是较害哦，弄水布卡斯贝尔号吼，丧失一个士官、一个士兵和2个水手，因跳入去水里，想要起山的时阵，想要上岸的时阵吼，去淹死哦吼。规工无用着克维克号抢救现款甲其他物件。公司对这只快艇克维克号损失现款$4200，号称281担半，以及其他几项细项物件。有2只公司的用客船也去互冲起弄破起山，就上岸吼。无桅杆诶，因为弄歹去嘛，所以无桅杆吼，靠前伫岸顶，丧失了什么几个人吼，但是迄个数字无写。其中一只满载着乌木、占巴木以及螺钉，这真是又搁一遍，互公司遭遇悲惨的意外事故。祈求上帝，互公司伫即个地区不断遭受的众多损害，拢会当换来更较好的结果。伊互阮伫遭受着长久的逆境患难之后，得享阮最佳的愿望。迄寡海贼伫即个风暴中也损失20到25只用客船甲几个人。读个都好。10月8号天气良好，有南风，规工无用铁器和含锁啊来抢救靠浅的迄寡快艇。今仔又搁落水了吼。10月9日，透早东北风，有旁顶风，阮无用得去对遭难的快艇遐取出因的大炮。阮阁真辛苦对克维克号提出14门铁炮甲2门重炮，对布卡斯贝尔号提出所有的大炮，并且去对当中去找找会当处敌，去找找会当处出对船只有路用的物件，拆一寡零件就对了。10点21分，黎明的时阵，咧是列岛的人和因的士兵猛烈攻击啦吼，攻击阮一只阮的用客船吼，伫咧暴风中已经甲桅杆支去吼，被冲上岸，靠前伫遐咧修理清洗。互五方死了2个人，有几仔受着重伤，但是伫迄附近的海贼看到即个情形，积极真重视来去真重视去解救五方的人，甲迄寡渔夫赶走，摕来15到20粒迄寡寻衅。哇，即个衅我看台语要怎读？信是混吼，顺混哦，这我记袂起来，这啥来去？
挑衅混哦 ，OK 好，康徛就是混，掉头做挂拢是混。OK， 真伫附近的海贼看到即个情形，一刻真忠实啊！解救5方的人，甲迄寡人赶走，摕来15到20粒，迄寡顺魂者的头壳，其中有2个要员的头壳，阮想互因每一区死死300两银，但是因无爱接受。今仔日有伊无讲为虾米无爱接受啦吼。今仔日有几个海贼的重要领袖来见长官阁下，为着因会用迄阵靠堑来诉苦，来遮迄个诉苦啦吼，诉苦。大概则是要安怎讲？来遮甲因斗就对啦吼。也真难过，心内真艰苦来听着讲，阮丧失快艇甲造难，并且用新仔人无定定用的方法，强伊甲上述的长官吼说甲强喜吼，方完全对东北方扯来，夜间趁着中条放好烧毁客位号的残骸，以便会当对当中提出较侪大炮甲其他物件。10月10日，10月11日，我毋知恁听了爱困无？我读到足爱困。10月11日，快艇布卡斯贝号，阮想讲，互伊适当处理了后，会当对岸呢落水，不卡是白好啦吼。我伫个另外只船，但是必须要先检查是毋是甲迄个破漏的所在补好，是毋是会当避免沉船吼。但是甲刷甲划开了后，发现讲即只快艇的连骨含桅杆的后面的即个 stand stroke 哟。就是撑沙的木条的吼，然后已经脱掉，无法度修复，因此详细检查了后，先爱放好甲烧毁，愿上帝保守公司免伫遭受更较侪的意外事故。今仔日有几个海贼的队长甲阮讲，对因掠来的几啊新仔人，确实得悉，确实知影讲，即场暴风伫个海城漳州河老五店，要败头前更较猛烈，造成更较大的灾害。真侪厝叫风吹倒，树木连滚来风吹倒吹离开，就滚拢飞起来吼。连根拔起吼，停泊伫个摆头老五店，含下门的一关的舰队大部分拢沉去咯吼。真侪人因为安尼来掩饰，又搁讲一关被取消伊的维权，也无钱通互伊咯，也无支付薪水互伊的士兵，互军门严厉指责，这是希腊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人遭遇严重的不幸意外，因的维权会含因的维权含待遇啦吼，随去互夺走，这是讲迄个扫的关系嘛。除非因会当设法补偿所有的损失，并且用大礼物蒙蔽别人的目睭，
安尼还佫可能保持原来诶地位。一关已经沦落到即个程度吼，偌久就会完全完全毁灭，因为根据这我是读较对，因诶威权甲台牛离积极被夺走，除非因会当设法补偿所有诶损失，并且用大礼物蒙蔽别人诶目睭，安尼还佫可能保住因原来诶地位。一关已经落魄到即个地步吼，无偌久就会完全毁灭，因为伊已经无控制海洋，伊伫大官已经无咧重视伊。感谢上帝，阮的舰队无去遐，因为根据迄边得到的情报，若去遐，显然公司会遭遇比即个优美的东山湾搁较大的即个灾难。好，28分读到遮就好。10月11日，看芭比冲角，芭比有规则吼。冲角是一种海战的武器，安装伫个军舰顶，对敌舰实施冲击的战术。就是船头遐有一个装一个啥物件，尖尖的甲船甲弄破了吼，甲迄个着甜的船弄破吼。靠参是束裤吼，束裤叫做靠参，这就学起来了吼，靠参。靠玩弄，枯树吼。演员老话讲，伊无法度看我打迄个线顶的文本，而且爱去登记，爱注册才有度看吼。这是迄个，这政府的网站，然后你甲注册一下就好吼。无就来看我即个 YouTube 直播的即个文本，直播的即个画面吼。好，天上毋知影，阮头壳顶诶，头壳顶迄连接就是直播诶连接。你点头前顶头即个日咱遮写日即顶头即个你甲点落就看会到即个 YouTube 的画面啦吼。一般我是用即个用即个画面吼，安尼较方便大家看。好，安尼若无啥物补充，今日就读到遮吼。明仔载拜五我只拜五啦吼，我就无继续读，咱来后礼拜一台湾拜一再搁继续读吼。好，安尼后礼拜再会。即礼拜礼拜四啊啦吼，礼拜四啊我遮透早恁的要暗啊吼，8、9点的当中再来开讲吼，迄是无录音的啦吼。好，安尼到遮结束。好，多谢关，多谢大家。来关房。